我認為今次美國佬呢，佢想發動近年嚟最大嘅一次全面戰爭。The strictest and most effective military training programs anywhere on. 你同當年阿富汗一樣呢，美國佬佢備嘅儲量呢係被20年為計。Far back as the 1980s, the army has steadily improved it over the years. Hello， 我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。嗱，而家英國同美國嘅分析師稱呢，其實佢而家就話美國呢，佢就大量去收銅，有大批量嘅銅呢，而家就運往美國嘅。業界就話而家全球銅庫存啦，一下子就告急啦，因為美國咁樣嘅呢個動作。咁關於呢個議題，我簡單點評翻少少咧。其實啊，我唔知大家有冇了解翻即係近20年美國對於軍事衝突嘅嗰啲前期嘅嗰啲籌備動作啦。我認為啊，我先講兩個結論先。第一點嚟講咧，我認為美國佬咧，佢想話發動一次以10年甚至乎以20年為期嘅一次全面戰爭，係一次過將成個拉美洲收編。聽翻佢話，呢個係我個人嘅初步分析啦，唔一定啱嘅。第二點嚟講咧，就係從即係一個歷史前提，大家去評估翻啦。因為你睇翻過往，你無論係伊拉克戰爭、阿富汗戰爭都好，美國佬佢嘅前期軍備嘅一個儲能或者前期準備咧係好誇張。你睇翻，你如果有能力嘅話，你自己去睇翻嗰啲行業分析報告咧，同埋呢啲全球金屬產業鏈嘅相應嗰啲數據報告啦。佢今次美國佬佢收呢啲銅咧，個量係好大嘅。而且美國佢每次發動戰爭呢，佢前期對於呢種金屬嗰個庫存呢，佢係俾得好足嘅。佢係以5年、10年為期嘅。雖然美國佢係4年每一次壓工，但係佢呢啲，因為佢兩邊食噶嘛。無論你美國邊一個壓工上，你只要呢場戰爭繼續行落去，佢依然有得食噶嘛。你要明白佢美國佬點解佢要發動戰爭？佢背後有咩軍事目的，同埋佢有乜嘢經濟利益先得嘅嘛？所以我認為委內瑞拉係一個切入點啦。如果之前出片話齋，美國佬而家想話嗰個將個戰略重心整翻去拉美洲，意味住為嘅就係想話將成個拉美收翻偏。嗱，你哋個個聽翻我美國佬嘅話，唔好再搞震。如果係搞得掂嘅情況下，佢或者美國佬話再重返亞太，揸翻個實權。但係而家我認為拉美洲好難嘅，個個散收咁，因為知道你美國個勢已經不復啦嘛。再唔係以前啦嘛，係啊。我認為你委內瑞拉都有啲難，係唔好話我講嘅難聽啲啦，係。當年嘅阿富汗、伊拉克點解打咁長？美國佬特登，你認為以美國嘅軍事科技，佢要咁耐咩？其實唔係嘅，美國佬有時佢鼓吹啲戰爭，佢拖得越長，對於佢本國嘅經濟利益係越大。當然啦，最後尾啲錢嗰條線全部射晒去佢美國嘅嗰啲資本階層，或者係背後嘅嗰啲軍工複合體，但係冇辦法啦，美國佢嘅體制係咁運作㗎嘛。所以多個就唔講啦，想速監組織差嘅某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